多不能吧？切记大家自行办的，康比年成康个多年些比，每多帮了个这比，年冬年纪那个斜率落啥所谓落错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康巴卫视主办的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的演出现场。因为热爱，挺身而出。康巴卫视已经连续3年举办了“藏完我来了”等系列活动，也为喜爱藏歌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成就自我的平台。而刚刚演唱的歌手彭措达杰啊，就是咱们第2届“藏完我来了”的冠军得主。这各位参当偏比这话原本，我说人样跟几点的喷送错不的，连康比年成康标，罗松人。罗南呐，罗啥菜的来社会，罗错的白呢，不给罗阳了，感谢有看错了，等呢各个去准备的，等呢大罗南看给喷错大奖，我说罗南呐，罗啥菜的来社会，罗错高你8个，按当不着看的。是的，我们也在康巴卫视新媒体平台上发起了2021跨年活动。这个活动啊，也是获得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关注。那么期间呢，我们共收到了参赛作品100余件，网络点击量啊是达到了10万次。而就在今天，他们其中的3位也来到了现场，给大家送上满满的新年祝福。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有请多杰九梅带来歌曲《朗卡拉姆》。从头呢，我说娘的多杰牛妹及洛阳，朗卡拉姆了3岁nam。掌声欢迎。江前来的我
接下来有请央金拉姆带来歌曲《意中人》。接下来有请歌手永丁然简带来歌曲《姻缘》。
chế sa mơ chữ hoa ma di ba la trên ta chế sa mơ接下来有请2020藏完我来了冠军开州江才带来歌曲《梅拉卓玛》。着不能吧？前几大大最近把呢，康比年成康个，昨年相比，每多帮了个减比，你冬年记录，心率落啥所谓，落错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康巴卫视主办的2021跨年歌会花开高原的演出现场。
花开高原是最美的时节，生命绽放如花，青春飞扬，焕发生机。近年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也为藏族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每多帮了一把，刚巧水米针；每多帮了一把，浪吹却把的。我们人样个切选咱们他说些呢，俺说每部个水军上部的黑影，没得三八个。公道日日的梦音乐。是的，创新是每一个时代的追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诺拉带来原创首发歌曲《欧若马》。他们呢，俺说娘多，让他个三种洛阳了，娘多三十năm。接下来有请洛桑尼玛带来歌曲《姑娘的靴子》。上学着你来。
放给的啦，阿吉下家嘞松，下下嘞将啦着，把桑修春你那女就，下下嘞将啦着，把桑修春你那女就。接下来有请达瓦卓玛带来歌曲《青稞少年》。天空下面一片云朵，一会儿白了，一会儿红了，居无定所。高原上面有个少年，手拿镰刀，歌着青稞，歌声悠扬。我想问问你啊，你在思念谁？为何青稞的垂帘陪着你歌唱？我想问问你啊，英俊的少年，为何天上的云朵为你换了装？散了随心所欲，山岗上面有个少年，手拿扬鞭挥舞着风，挥舞希望。你啊，你在思念谁？为何青稞的垂帘陪着你歌唱？我想问问你啊，英俊的少年，
接下来有请三郎哈姆带来歌曲《无缘的遇见》。我摸到的地球，咱就我们大的天，别过了赛，这么生定来。主播侬吧，那呢，康比年吃空给中年协比。每度崩了些级别，年度年纪里实力老三十位人出的，草莓门台的嘴巴，俺是个。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这大我们对前呢还讲就把这，大陆呢康比年吃空做呢老正口为扎起比老些的，老这人俺在康比干茶地中，别着老爸老妈。俺家那个利用年吃了，人给主播在线上等被人帮忙接。了这个小马适当主家，俺家那个人了，连放给你讲，人给主播做到娘的对当南巴个的努力一点。
大家子康比噶唱的那些呢，别着乐干了噶些乐比逐步聪明个，头目个成绩打不起唱的啊。罗马人，歌舞传情，祝福吉祥，聆听天籁，悦动你心。正如翁切所讲，10年3650多个日夜，10年500多位藏族歌手，2万多首音乐作品。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是众多藏歌爱好者共同的家园，它像是一面给我们引领藏歌方向，奏响时代乐章。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美好，传递快乐，播撒希望。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在我们康巴欢乐会迎来第11个年头的时候，告诉各位，我们康巴欢乐会有主题歌了。这到了我们啊，这大新几个妹们吧，没几个他们就是预备的。康比噶差的杨一大当配乐班呢，且能比个图个家小动看着他们把系列。第那点的这些被你们的人啊，这种康比噶差就绝对利用，也正确这些话的，老傻逼个那些就知道，那就这不草满了不建议，草莓吐些这不容易，这些没得可建议了。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歌手罗布桑珠。能看错，智王桑珠，确定他记，给我们带来康巴欢乐会主题曲《欢乐之歌》。
下来有请唐卡和翁郎作带来歌曲《和和啊和和》。遥远的商城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刻字印刷百年流长，使命经典，文化瑰宝，走出山城，走向世界。美丽的草原，孕育了英雄的格萨尔，赛马城、王城和阳山，唱遍世事，举世无双，中华文明闪耀光芒。带给了带给文明的摇篮，优秀的文化在你的传承里发扬光大。带给了带给文明的摇篮，优秀的文化在你的传承里发扬光大。遥远的商城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刻字印刷百年流长，使命经典，文化瑰宝，走出山城，走向世界。美丽的草原，孕育了英雄的格萨尔，赛马城、王城和阳山，唱遍世事，举世无双，中华文明闪耀光芒。带给了带给文明的摇篮，优秀的文化在你的传承里发扬光大。带给了带给文明的摇篮，优秀的文化在你的传承里发扬光大，发扬光大。接下来有请闹松带来歌曲《雪山与江河》。喜剧也有怒之怒，喜剧本身不为罪，喜剧也有怒之怒，喜剧本身不为罪。罗大家差个子嘛，卡瓦东差金当嘛，新班差给盘嘛，热万班差给东嘛。随便头上的突破，当然也公开了。奇迹也有么？这里有，奇迹凭据动为这有。那让说切切那那切切那哟哟，就这那一月几清楚哟哟，那一口的那一口的那一口的拉卡的波，那一口的那一口的那一口的拉卡的波。靠你这个胖胖的跑得到胖的模子的一场。那一口的大波，东马地有忘记，现在地有忘记，接着就把那种自己的也动起，知道地有忘记。南皮前几年最丢出英雄，乐家的东方车动不长，我们是哪种出去把那么年的错，
路家和多多这公公trong một chi nên 나는 직접 보는 내 스나초 대로 따라와 제왕도 멋진도 나는 지킨 얘들 속인 얘들 현안도 현장도 you won't get off 너밖에 you won't get off 지는 내도 나요 전부 닝한 것도 제고 대도 나로 졸라 됐다 동요 나로 졸라 됐다 가요我们打的对口，咱就我们打的就别个拉萨一点，我生定来不动就得买大胸的呢，半米放出啥，又不记得啥，流度接啥，要拿了过了有，过了那批有，就了做有，做了应该有，拿了就有，就了俺有，过了进了买样，你看我用做了进了早晚的那边，这种节奏用为莫难的，这种节奏用为莫难的，要别个说说辣椒咯，罗大家差个怎么？ 가와 동차긴 담마 센반 척차기 파마 레완 반차기 동마 지키 락하는 락다 주인아의 동창모모 지키 예용은 제레요 지키 빈지동 윈제요 나로 초저녁 돕지자는 그요 제장나의 지친 수요 나의 나의接下来有请象丘公母带来歌曲《阿玛拉》。